两仁饼，爱准备的食材有两仁2粒、糖粉25公克、鸡甜米粉42.5公克。甲米粉过胎备用。甲糖粉过胎备用。甲卵拍伫碗内面，使用分卵器甲两仁2清分开。若是无分卵器这项工具，嘛会当直接使用卵壳来甲两仁2清分开。接煞用电动的拍卵器甲两仁拍发。过一圈仔，就会使加入糖粉，搁继续拍发。爱会记得分2盖至3盖加入糖粉，以免做一盖倒入去会无法度融合。咧拍发的时，会当选择较深的瓦仔，安尼内面的物件较袂碰甲规世界。分2盖至3盖加入过胎过的鸡甜米粉，拉好嚼。过程当中爱确认米粉有甲原本的面糊融合了后，才会当继续甲米粉加入去。因为卵的大小无同，爱看面糊是糕也是较水，才适量加入2清也是2仁。面糊若是呈现颠倒的三角形，就会当进行后一步。先甲竹花脆放伫竹花地内面，然后甲因放伫杯仔内面，再甲面糊倒入去，安尼较方便操作。倒入去竹花地内面的面糊，大约8分满就好，避免因为积着煞流出来。甲面糊倒入去了后，甲竹花地加一个空，伫烘盘顶面铺一张烘箱纸，甲适当大小的面糊积伫顶面。面糊伫烘箱内底加热会扩散，看起来袂输是2包真古锥。毋过嘛因为安尼，所以蒸面糊的时爱互面糊之间保持距离，避免因扩散了后煞连做伙变做双生仔。最后，烘箱预烧到170度了后，就会使甲烘盘放入去，时间7分钟到10分钟，安尼就完成啊！好，很好。还有吗？这里面还有吗？它还
还在。好，那你把它倒了。还是我们这一趴不要。